好，来继续花式内容，要来看228事件甲27部队是属于台湾人民的历史。台中市新文化协会发行27部队的红仔册，以228事件台中民军27部队做题材，来讲台湾这段历史的伤痕。我若无转来，唔免替我艰苦。 一家一家红仔图刻为73年前的历史血泪。民国36年228事件爆发后，台中人成立27部队，代替失灵政府，负责维护社会治安。27部队这本它是结合，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历史的一个故事，所以要先阅读，对历史的脉络更懂，然后而且可能要对应到整个世界的一个位置角色，然后跟时代背景的所有的情节。当年27部队的部队长，即摆已经是百岁人岁，讲到这段历史，伊永远我都放袂记。今后是在先过，就是为咱的先，咱的父母，大家理性奋斗出来。它不只是历史的范型，它同时是一个文化的载体，对文化主体的载体。27部队这本红仔册，唔但刻画出互人心生历史真相，更画出台湾人面对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如何坚守正义加反抗。